韩雄雄派180只军机升空，南韩嘛派80多只应对。美韩警告北韩，若是动用核武，就要灭金氏政权。后礼拜美国国会大选，民主党谢明摆派出16个票仓，共和党 Trump 造选演说，展现出202选总统野心。德国总理肖兹访问北京，是区面强调中国德国合作顾世界和平。肖兹表示发展双边交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新闻头起先继续跟大家来看紧张的东北亚情势。北韩射飞弹好亲像已经毋是大消息，是3天2天就听到。不过今日下晡，北韩竟然是雄雄有180只的军机升空，南韩嘛紧急派80多只战机升空应对。同一个时间，竟然是有100多只的战机伫咧空中对架，听到就惊。针对北韩愈来愈离谱的行为，有学者是指出，北韩是咧抗议美韩的军演，而且嘛利用这个抗议的机会，甲国际展现因国家核武器的能力，而且安尼嘛会当为着核武器的试验来铺路。美国甲南韩强调讲，绝对袂放任制裁。若是北韩发动任何核攻击，美韩联盟绝对会甲北韩的金氏政权灭掉。7早早起，才打发射3粒弹道飞弹的北韩，知影美国南韩军演决定延长了后，伊搁伫台湾时间7早的暗时8点35分到49分之间，向东部海峡搁发射3粒地顶飞弹。伫接近10点半的时阵，向日本海连续发射80粒的炮弹。北韩一直提升抢射行为，南韩专家分析，除了抗议美国南韩延长军演以外，嘛等是国内核武能力，甲未来有可能会做核试爆。 ICBM과 핵실험은 한 세트입니다. 북한 입장에서는 그 ICBM 발사가 성공했다면은 미국 중간선거와 바이든 행정부의 반응에 따라서 핵실험 실시 여부를 결정할 것이고 시기 또한 그때 가서 결단을 내릴 것으로 전망합니다. 专家认为，虽然美韩用新武器甲战机做军演，但不过北韩对新的武器测试信心满满，想要借着 ICBM 就这弹道飞弹施压，互美国取消对北韩的敌对政策。对此，美国甲南韩的国防部长蔡沙嘛伫美国国防部会谈了后，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北韩提升军事的呛声，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另外嘛，警告北韩若是动用核武，会造成北韩政权的结束。 오스틴 장관께서는 핵 및 재래식 전력과 미사일 방어 능력뿐만 아니라 우주, 사이버, 전자기 등 진전된 비핵 능력을 포함한 모든 범주의 군사적 능력을 활용하여 대한민국에 확장 억제를 제공해 줄 것을 약속하였습니다.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北韩的抢射行为未互美国放任制裁，颠倒会互美国增加更较多军事部署。另外，美国嘛宣布开出500万的美金，差不多代表1亿6000万，通缉一名新加坡的生理人，因为伊违反安理会制裁，透过一只油轮运输油予北韩。即麦这只油轮已经互扣押。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 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甲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可能利用11月中的 G20也是 APEC 会议见面。台海和平甲北韩是因会谈重点。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北韩这几天直直射飞弹，美国南韩延长空中联合军演。北韩的军讲，这阵是抢讲延长军演是非常危险佮错误的选择，会甲局面杀向无法度控制地步。 英国《Times》报道，英国宣布升利息3倍，是这33年来升上济一届。英国的民众当年要增加800英镑的支出，超过2万倍的台票。英国这阵是面临第一届世界大战以来上介久的经济衰退。稍后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马斯克买 Twitter 了后，风声要裁掉一半的员工，减少人事成本。另外，马斯克佮暗算对 Twitter 传信息、看影片等等的功能加收费用。 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后礼拜就是期中选举，执政党民主党的选举声明摆，副总统贺锦丽、前国务卿希拉蕊等等的民主党名人，开始去2年前总统大选胜选的所在，加强补选，要告民主党的票数。后礼拜美国就要办国会大选，嘛是总统拜登的期中考。不过这阵执政党民主党的势面煞是无介好。
根据美国媒体 CNN 的民调显示，民主党的支持率敢若47%，对手共和党是有51%。所以，这个拜六礼拜是民主党上尾有声势机会。美国总统拜登甚至提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红伞去防攻击的事件，强调讲对手共和党造成社会动乱。也若是来讲到共和党这边，上强的助选就是前总统 Trump。就算讲伊即阵是济官司缠身，支持伊的势力也是真大。伫伊助选的演讲当中 ，Trump 是讲到几落届是非常有可能搁拼一遍总统的大位，野心是更加明明。这两党拢派出政治名人分别助选各票仓，嘛要抢5分关键州的支持。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车杀到亚利桑那州红红城为其中选举造势，面对后川普时代右派势力政变、提囡仔权、民权甲同志权面临到退路的威胁，奥巴马提醒选民，这摆其中选举关系民主体制存亡。When true democracy goes away, people get hurt. It has real life consequences. 这回明显是针对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先生，互人攻击受伤的代志提醒选民，民主无简单，爱用选票全力捍卫。为了替民主党伫其中选举股票，奥巴马访问关键州威斯康辛、密西根、加乔治亚州，周末要去一级战区宾州。And now, in order to make our country successful and safe and glorious, I will very probably do it again, okay? Very. 车杀伫爱荷华造势现场，川普亲像挑战同款，讲几啊摆非常可能。而控制事故挑战北京大会的企图真明显。虽然有行司法调查，川普依然积极为共和党辅选。川普善用推特左右言论方向，去年鼓动支持者冲入攻占国会大楼，和推特永久封锁账号。不过，川普的群众比例并无减少。CNN 民调显示，有51%派选民上关心经济甲通膨问题，是左右投票意向的主要因素。总统拜登的施政满意度伫40%左右，民主党要摕参议院甲众议两党多数挑战有关是真济。5 days to go, and until the most important elections in our lifetime, and that's not hyperbole. It's going to shape what the next two generations look like. 纽约州的选情也真热，车三前国务卿希拉蕊甲副总统贺锦丽拢到纽约造势场合，为现任民主党州长霍克尔的选情做最后助攻。霍克尔民调虽然领先共和党候选人泽尔丁，不过对手一直拍治安议题，互差距为2位数已经减少到个位数。公司新闻丁小芬评价。德国的总理肖兹今日是去访问中国北京。肖兹是疫情爆发了后，嘛是中国20大了后头一个去中国访问的欧洲领袖。习近平强调讲，中国甲德国应该爱合作，为世界和平甲发展付出。肖兹是强调讲，会发展双边的关系，加强经贸合作甲交流。哎，你好。我们照个相。向来访的德国总理肖兹亲切问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规面拢笑容，因为肖兹若是疫情爆发3冬外来，第一个来访的欧盟头人，嘛是20代了后第一个。中国真重视，习近平强调中德拢是有影响力的大国，伫变局乱局内面应该要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做更较侪贡献。只要秉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交流互鉴。合作共赢原则，两国关系的大方向就不会偏离。Insofern ist es gut, dass wir einen ganz intensiven Austausch hier haben werden über alle Fragen, die wir miteinander besprechen wollen und können, auch was unsere bilateralen Beziehungen betrifft und die Möglichkeiten, die wirtschaftlichen Beziehungen weiterzuentwickeln. 今年是中德建交50冬，肖兹这摆带德国企业的高层第一时间访中国，但是各界质疑的声音是一直来。虽然肖兹出发进程是强调人权大海是一定会讲到的议题，未跳过，但是嘛表示德中关系未脱钩。学者分析，肖兹放出加强经贸合作的消息，受俄乌战争影响，德国对中政策嘛会改变。我认为德国恐怕会慢慢修正路线。回到一个类梅克尔路线的中国政策，中国也会试着以德国为跳板重新和欧洲去
调整跟修补疫情这个毁损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王志成嘛分析，中国20大了后，伫外交顶悬是一直放出和国际合作的消息，一边和美国竞争，一边嘛甲关系一直牵去边仔的国家，加上俄乌战争的影响，对小资来访就会当看出，伊打算甲和欧盟的关系好好啊稳落在，德国就是第一个突破点。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精选直接看，带大家来看美洲的古巴。若讲到古巴，可能就会想到是共产国家，也是出名古巴飞弹危机。不过，今日咱要来讲的是美国对古巴的禁运争议。其实，古巴甲美国的关系毋是自开始就遐尼歹。1959年，古巴国内革命结束是一个转变的时机点。革命掌权的卡斯楚，带古巴走向共产国家愈来愈极端。美国惊讲这款极端的风气会影响美国伫咧中南美洲的势力，就甲古巴切割。这冲突就致使两国1961年断交。美国总统甘乃迪1962年扩大禁止两国的贸易，本来是要逼古巴放弃共产主义，想袂到毋但无效果，阁逼古巴挖向美国的死对头苏联，间接造成出名的古巴飞弹危机。这款禁运的制裁是一直到2000年才较放令，开放食食甲医疗用品的贸易。最近这20冬以来，古巴依然是美国每一届选举无人议题。其实美国的封锁是一直有争议。第一点就是干预别国的内政，因为美国毋但是管制家己，佮威胁别国，若是甲古巴交易，就要切断金钱的援助。佮要求古巴行向民主，手是剩甲对别人斗气。第二就是禁止食品甲药的交易，拢已经是危害到人权。所以联合国是直直要求美国要停止封锁古巴。今年已经是第30届投票通过，不过美国依然是拒绝。计票的英模是一直出现赞成，互古巴人精神拢来啊！联合国彻查实践队要求美国结束对古巴实施62年的禁运，做投票表决，落尾以185票赞成，压倒性的多数通过。Cuba estaría mejor sin bloqueo. Cada familia cubana viviría mejor sin bloqueo. Los estadounidenses estarían mejor sin bloqueo a Cuba. 虽然古巴的外长伫投票进前大声呼吁，但是美国嘛是拒绝终止禁运。另外一个投反对票的国家是以色列，巴西和乌克兰是弃权。事实上，这已经是联合国第30摆投票要求结束禁运，嘛毋是第一摆通过啊。但是国际一直拢无法度上的约束力，嘛无法度执行，但是对古巴已经是真大的鼓励。美国对1960年代开始对古巴实施贸易禁运，理由是古巴和共产主义的国家革命。最近对当时以哈瓦那当局侵犯人权这理由，继续维持制裁。哈瓦那当局是否认这指控，批评讲禁运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已经无合即卖的时代。毋但互古巴是付出真重的经济代价，佮阻挡两国的经济交流。古巴外长进前指控，拜登执政以来，禁运已经互古巴的经济损失是超过60亿个美金。古巴的经济原本就歹，最近3当是更较严重。去年的通膨率已经超过70%。7月以来，古巴钱换美金的非官方汇率已经到200:1，创历史新低。本是新闻市湾林编译。法国的国会将咧开会时阵，竟然是有议员骂出种族歧视的言论。一个非洲的议员咧针对非法移民的议题发言的时阵，竟然是去互另外一个议员呛声，叫伊返去非洲。会议只好先暂停。法国的国会马克鲁讲，要针对这款歧视的言论来处分。Les prévisions météo indiquent une détérioration significative du climat. Pas du tout. 话讲到一半，相同互人打断，而且是正经议会，听起来亲像因应该登去到非洲，或者是伊应该登去到非洲。现场其他议员对牵涉种族歧视的言论真敏感，当场大动作反制。Quel est le député qui vient de prononcer cette phrase? Pardon? Je fais une suspension de séance de 5 minutes. 后来知影这言论是来自救排政党国民联盟的议员佛纳斯。佛纳斯表示，伊言论并不是针对毕隆哥，而是咧讲为海上到欧洲的非洲移民。迄时阵，毕隆哥咧针对一只伫地中海航行，在乎数百人救安全。说不伫指定港口靠岸这问题发言。毕隆哥事后强调，伊伫法国出事是法国的国会议员。这种言论让人感觉真见笑。根据法语发音，这两句话
会伊甲因为佛纳斯的表达当中，差不多是听不出差别。有可能时间，国会议员做会其中一位要求马上制裁佛纳斯。Si vous voulez que je prononce une sanction immédiatement, c'est seulement le rappel à l'ordre ou le rappel à l'ordre avec inscription au procès-verbal. Et compte tenu de la gravité des faits, c'est la raison pour laquelle je préfère renvoyer au bureau plutôt que de prendre une décision sur le siège. 法国国会要伫拜五来进行调查，有可能对佛纳斯这次必要处分。右派国民联盟反移民立场一向坚定，领导人马林勒庞支持佛纳斯的言论，批评发言互人故意扭曲。法国总理部分对国会发生这段插曲表示，政治主义伫法国民主当中绝对无立足的空间。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英国的中央银行初三是宣布讲，对美国升利息3码，是这33档以来起上介济一届。英国的首相苏纳克就任了后，提出济经济政策，不过就英镑见效的效果是无遐尼紧就看得到。苏纳克就表示，目前上介重要的是控制通货膨胀，所以只好升利息。英格兰银行嘛预测讲，英国明年甲后年顶半年的经济衰退，状况是会比2008年经济海啸的时阵搁较艰难。伫美国联准会第4遍升息3码了后，差不多是中央银行的砍级的英格兰银行，伫咧初三嘛对咧调悬3码，创下1989年以来上大的升幅。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伫咧初三来召开例会，以7票赞成、2票反对，甲基准的利率对2.25%调悬到3%。Today we've increased bank rate by 0.75 percentage points to 3%. This is the 8th consecutive increase in bank rates since December of last year. We've raised rates by a total of 2.9 percentage points during that period. 一捆头就调悬3码，安尼，互英国的利率创下2008年11月以来的上介悬。这嘛是英国央行小连续第8遍升息。英国央行顶一遍是伫咧9月22升息了后，一直个拄撞到政治甲金融市场来搭钱。苏当时前首相特拉斯伊杀出450亿英镑的减税方案，不过安尼做煞，互英镑的汇价扯价到上低，迫使英国央行就爱出手来救援。特拉斯了后，伊嘛落台。不二个自英国再度换首相了后，英国央行发言就转较回软派，这嘛是致使英镑伊无称权颠倒落价，安尼互美金落破到1.12的这卡刀。英格兰银行嘛预测讲，伫咧2023年规年，还佫有2024的顶半年，经济会陷入扯价，时间会比2008到09年的金融海啸要搁较长。We can't make promises about future interest rates, but based on where we stand today, we think bank rate will have to go up by less than currently priced in financial markets. 亨特伊嘛讲，升息了后，这对贷款的家庭也佫有企业来讲是真硬斗。不二个央行因优先的任务，就是爱来压制通膨，升息有符合到任务的目标。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同款来看经济问题，即阵全世界拢面临通货膨胀的困境，欧洲是上界严重。将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都有济民众示威抗议，讲日子已经强要过袂落去啊，要求政府都爱加薪水。另外，伫咧法国有资讯机构是表示，最近求助的人变真济，敢若法兰西岛大区都有30万人去找因斗相共，食食已经无够本，所以志刚就拜托大卖场提供已经无要卖的食食。一直海红色旗仔大声话讲无加薪就无尊严，一大阵抗议的人，摆是甲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主广场踢到满满，爱政府含企业莫阁惊无看到劳工的困境。Si el consumo sube un 10% y el sueldo sube un 1%, significa que la masa de trabajadores está perdiendo el poder adquisitivo de una manera a marchas forzadas. Estamos haciéndonos cada día más pobres y lo peor es que hay una minoría que cada día se está haciendo más rica, a costa de los que estamos aquí, que cada día somos más pobres. 这是西班牙最近上大规模的抗议，原因就是物价起甲民众拢挡袂牢。最近西班牙10月的通膨率已经对进前10%以上降到7.3%，但嘛是比正常的水准低足济。当地上大的工会初三是找民众来到街仔顶，要求今年加薪水4%到4.5%，但是商业协会是拒绝因为通膨就加薪水，敢若回应讲会根据企业的利润来调整薪水。
同款因为通货膨胀真艰苦的，还有法国，当地10月的通膨率是6.2%，其中食品的价销是起要12%，能源的价销起要20%，物价起袂停，毋但民众真艰苦。当地的资产机构嘛同款，巴黎一间实务银行就讲，因为通膨，一寡物资已经开始欠啊。 Et on est obligé de se débrouiller pour aller tendre la main aux grandes surfaces pour voir comment ils peuvent nous aider en nous donnant des produits en limite de date ou des légumes frais dont ils se débarrassent. Et on passe beaucoup de temps à faire la manche. 目前牛奶已经无够，未来面粉含糖嘛可能会出问题。主审机关讲，敢若伫法兰西岛大区，主要帮助的都有30万人，但若是通货膨胀一直恶化，9万的人阁会继续加。公司新闻7万0编译。印度的空气污染本地就真严重，即阵寒冷到啊，空气的品质是愈来愈歹。德里的空气品质指数已经到上歹顶级。 有观光客看到冒烟散雾，讲喘气根本就是在输毒气，而且对在地人来讲，每1分1秒拢是爱忍受的苦楚。即阵有家长在补办学校，明明着空污严重，阁无停课，阁带囡仔去户外教学，骂学校根本就是摕囡仔的命咧讲算笑。眼前的寺庙看过去蒙蒙蒙，虽然出日，不过看起来嘛是真暗。德里地区的空气品质严重恶化。 观光客看到雾这么大，会烦恼讲根本是来扫毒气的。Because we cannot breathe, it's very toxic. You cannot feel free. 观光客袂留真久，长期伫个大居民是更加烦恼。家长骑机车载囡仔上课，有一寡囡仔有挂喙罨做自我保护，不过大部分拢无挂。家长认为无全面停课，甚至也搁互囡仔去户外上课，对健康影响真大。 खांसी जुकाम है अदर और भी बीमारियां हैं जो कि बच्चों को होती ही रहती है कभी बच्चे सही नहीं रहते इसकी वजह से 嘛有囡仔是讲，若学校爱停课，大人嘛应该减少出门上班。 और लोगों को भी छुट्टी मिल जाए ऑफिस से ताकि वो भी कार फार कम चलाएं इसलिए वायु प्रदूषण कम हो जाए 印度官网显示，德里空气品质指标 AQI 测试下晡持续维持伫上海的严重程度，主要的污染物是 PM10加 PM2.5。外电指出，印度冬天少落雨，佮加上汽机车排放垃圾空气，农民户外烧废弃物、宗教庆典这的各种污染源，空气污染才无法度改善。民众讲，早拄啊送走疫情，即马爱对抗空气污染。COVID issues are not here anymore, but I have to because. Breathing issues and it's affecting me in a lot of ways. 那德里地区官员是讲，北边的哈里亚纳邦加旁遮普邦全部拢是严重顶级。相关单位出动泉水车管制柴油卡车入城，建议伫厝的上班，减少烧涂炭也是茶。官方伫评估是毋是要进一步管制？儿童福利团体是诉求，袂当提供清气的空气，学校就应该停课，无应该摕囡仔的性命滚算笑。记者综合报道。 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